周六福係咪抄周大福嘅山寨品牌嚟㗎？點解咁都上到市㗎？哈哈，你咁講又真係幾抵死。的確，周六福個名同周大福、周生生、六福珠寶呢啲老字號好似撞咗 family name 咁，難免會俾人覺得有啲搭順風車嘅感覺啦。但其實佢哋真係上到市喎。等我同你輕鬆分析下點解啦。一名似，但唔係山寨，合法㗎。雖然個名同周大福、六福好似兄弟班，咁但周六福2004年成立，其實係深圳公司自己註冊嘅品牌，法律上冇侵權，而且內地商標法相對寬鬆，只要唔完全一樣就得。佢哋仲有自己嘅設計同廠，唔算係直接抄襲嘅。不過 marketing 就真係食正個周氏家族光環啊！而點解上到市？因為生意真係做得大，門市多到嚇親人。雖然名氣唔及周大福，周六福喺內地2、3線城市瘋狂開鋪，有超過4100間加盟店搶佔中低端市場，阿姨大叔都幫襯。IPO 文件顯示，佢哋年賺10幾億人仔，毛利率仲高過周大福。因為主打加盟模式，成本低啲。近年內地年輕人興愛國消費，周六福設計啲故宮聯名、國風黃金都幾 hit 㗎。山寨咁濃，但成功嘅秘密，內地市場好現實㗎，平靚多選擇就贏。周六福聰明喺名似老字號，啲人一聽周乜乜福就覺得可靠，省咗宣傳費。主攻下沉市場，周大福賣1萬蚊嘅金鏈，周六福賣5、6千，仲要款式多，啲小城市客仔咪開心咯。4，值唔值得抽，睇你搏唔搏。優點，生意增長快， IPO 定價可能平過周大福，短炒有機會。風險，品牌格調唔夠高，第二日要同周大福、老鳳場爭高端客有難度，同埋加盟模式管得鬆嘅話，品質或者名聲易出事。一個結論，山寨感係事實，但佢哋捉到內地市場心理同商業模式，成功上市都係有本事嘅。如果你覺得佢仲有得升，可以小注玩客，但長遠就要睇佢點提升品牌形象啦。嚟，溫馨提示：抽 IPO 記得睇定招股書，唔好只睇個名啊！仲有，記住 CLS like comment 同埋 share。